助理好。坐下。我们连任副连任组长，各位亲戚大伙晚安哈。助理晚安。加多咱这个现在讲遮啦吼，我解说安尼敢有人咧讲？所以讲这可能咱爱以迄个以这种癌症来讲的，是比较多可能不一定都是像那个，但是癌症会来给。意思是讲，讲不好的话，就好像我们身上得了癌症一样，不是？但是这个病呢，病里面那个到底讲。三个嘴啊，就是拢咧讲啊，你若讲好的话，就是迄个，就是好的啊。这个品就是，拢嘛爱讲好的品格、品性。但是你若讲歹，讲较侪无好的话，亲像山遐尼较侪，就亲像无好的话，堆积如山啊。迄个，多几个才刚刚无讲这个幸运的参透者，你是刚刚不爱讲的。你叫你讲过，继续讲那么呢，你这说出来呢，其实咱咧讲道理呢，其实就是给大家拢是伫咱的修道当中，甲咱的正常当中。因为安怎讲呢？安尼咧，咱人较容易会当融会贯通，伊变成较有法度咧当下咧去体会。所以讲，伫小贩咧讲道理来讲呢，其实就是外语，就是讲当然咱一定爱多学习，多接触，自然咱就较有迄种诶迄种诶来滴，嘛较有迄种会当互咱去阐述诶真实诶事情对。这就是讲，咱若无照定修道当中咧，变成咱可能咧讲道理诶，可能会较死板，较死板，可能就会造成这样子。咱若讲互咱诶记忆，就是讲咱伫修行学堂诶内底，咱去谈着好歹，去谈着种种伊诶实例。当然，咱每讲一条诶迄个题目咧，咱有法度家己套入咱去谈着诶，安尼会当去讲诶话，即种诶是鼓励，第二个是较容易会当互人知影。所以讲诶，要讲道理诶，其实就是要多接触，有啥物代志，咱会当多去家己尝试啦，爱当去家己参与啦，即种诶内容会当无形之中会当增长咱诶智慧，嘛，互咱咧讲诶当中咧，会当讲出失败，袂讲我像咧能够咧像咧讲册共款啊。所以讲呢，咱伫人才教育班伫啥物啦？大家讲书，伊讲叫做有做资料诶，但是嘛做少咧。那么伊拢完全我都考不出，这就是他的基因，真的就是说，像咱前来看咧，迄个三草普渡的见证，庄院长来讲咧，伊就是有去等着迄实际，有法度人真正讲，伊的重点讲袂着，甲伊的实际拢会当呈现出来。当然，即种诶道理来讲起咧，对伫咱讲伊修道，咱随时会当融会贯通；讲伊社会家庭内底咧，咱会当融会贯通。像即种诶道理咧，有可能会活那当然，拄主要有去讲着迄个净空法师甲实际伊大约毋是伊讲伊是见得啦，是说他有许可啦。他有许可啦，因为虽然讲伊有许可，毋过人数较济，他们还是会介意啦。伊大约来讲起来，咱会介意啦。毋是讲我许可互伊啊，就像咱台湾 OK 嘛，伊惯倒来讲个，你真甲伊号召2万个去迄个中正纪念堂，
爱，但是你大陆敢有可能？虽然是许可啊，毋过还是不可以的。因咧讲，咱问题惊起来，哦，这是已经有发生的啊，哦，所以讲咧，警方法师嘛无互意见的，因为他号召能力足高，算大家拢有法度去接受，所以讲咧有可能伊若咧开会了讲咧，拢甲讲嘛，或者是最近咱听着实际来讲起，哦，伊毋知讲伫山东还是对一样哦，伊毋知咧办一场啥物卡，结果伊个人较济，公安的还有意见的啦，哦，所以讲呢，共产国家呢还是还是爱以步步为营啊，当然一般来讲，大家今年来讲呢，本来呢，甲咱列都是反动会内底，但是呢，已经取消到今年，已经取消咱这个邪教，反动会无甲列入邪教，但是伊今年开始呢，邪教会取消，但是伊不嘛还要来。但是呢，变成就是讲咱不断的付出，因拢有在调查其实伊嘛知影讲，一贯道啦对于了伫迄个一个国度来讲，来甲人的信任来讲呢，其实他们是肯定的，但是政治因素也惊就是伊个地是讲作容易去动摇，无其实伫一个国家内底啦。你无宗教来讲，是讲起来对于人，为虾米中国大陆即摆开始咧推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非常素质，因为伊知影讲伊个百姓的那一种心灵上的改革已经没有了，拢已经开始着重在物质，无内在精神的粮食，所以讲呢，拢已经较人性。所以讲呢，这个习近平应该以这个所以他一直在推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咧改良这个百姓的这个心理，我哋当真正达到净化。所以讲呢，这是一个正确的啦那当然，咱都有去讲到这个有咱的道亲，当然这是我是换的，拄好是。美国咧开华会，咧开华会的时阵呢，有一个前辈者，因为老师已经引谈啊变成前辈者呢，伊就举手去请教老师的求助咧讲，老师慈悲嘛这个主题呢，会使做到非常的伊会当帮忙做一个之外。有遮尔济好的所在，为虾米咱无爱来留因就对啦？咱无爱，咱也无爱来留因安尼做啦。那么老师讲伫迄个华会当中，他就这样绕3000，拢讲就这样绕3000了。伊就够多了。其实他们所做的，你们已经做过。你们今天才有资格来到这里听为师的法会，听为师的法会，所以讲呢，没有过去你们过去式的造就，就没有你们今天能够听法会的因缘，所以讲呢，你这个所在呢，并且应该是他们要羡慕你们，现在反而你们。既羡慕他，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也不是说他们做的是错，行有余力。当我们步道当中呢，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要，还是能够祭祀于在这个人间的，所以讲呢，比较嘛是，我咱会当去体会到，为什么呢？伊嘛强调。这个每个人来的，伊的使命不一样，因为使命就是针对伊对心对有了心，的宗旨就是能够会当先甲伊安顿，
减少这一种的痛苦啊。但是咱哋对了解这个心性来讲起呢，那么可以达到一个超脱。哦，一系列你我讲提升他们的心性，对心的苦，应该自然就会解决。哦，啊，所以讲呢，因的思维，甲咱的思维不同，唔是咱认识啦。哦，你若想咱如果甲专心讲咱做底下去，那我们参考普渡一个如何？咱大家是不是尽量办道就已经可以了？你讲我咱今仔日来去求助者安尼，到能办？没有那么多时间呐、哦啊，所以讲呢，靠近的心是输赢无共款。哦，所以讲呢，老师讲，应该是伊爱羡慕咱，毋是咱去羡慕因啦。哦，因为因做的是你过去做的，但累积那一种福报因缘，才能听到今天为止的宝贵。哦啊，所以讲呢，哦，这个我那里有这里呢，我大概讲一下，大概讲一下当然呢，将你了伫银行，按两位所去阐述的讲起来拢袂歹啦，能够应用在修管当中的，让大家能够浅显易懂的，能够领会体会的，只要咱有机会会当去触动他对修道的心，这是上解重要，是上解重要所以讲，这是相对于这个推动在道路上来讲起来，应该是上解上解 OK 其实呢，咱的讲训班来讲，当然嘛是一定爱开啦，无开我是感觉讲，咱虽然是人家大家咧讲，有的都想得不错，但是还是不算的。有当时就讲正的学习当中，大家也能够多多的体会。虽然我因人比较或许听立法组长那里讲有部分或许好像也可以能把那内容或许要到新加坡的主题也是能够多体会一些。不是讲我拢会晓讲还是安怎？可能安怎讲你也袂讲，我就知没有那么不遐搞啦。大家讲你也袂讲，我就知要讲啥。其实有的还是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没有写过，还是会有很多。所以讲呢，无论讲咱外头讲还是讲咧学习，只要讲伫这讲训班来讲起来，大家就比较。会当大家互相信任，或许嘛是希望呢，较思想讲或许就是跟大家一起在分享。那么对有了解迄讲讲的，如果有不足，或许嘛希望讲私底下能够提供其他的资料。慢讲比起来讲或许讲交大家讲明，或许嘛是或许不足的地方，可能是讲袂对的所在啦。所以讲呢，咱伫私底下呢，咱会当甲这个当事提供，咱是要提供啦，咱毋是讲乌人来操他，不是这样。你讲要安怎讲互伊注意，还是讲伊这点咧讲的时阵，会当讲去较贴切，会当安尼。所以讲或许嘛，希望讲，咱会当对这个方向来做那么迄个迄讲讲过的是讲。咱是毋是会当来啥呢？来提供着鼓励着咱其他前线来用这个讲训或是想啦或是想讲能够能够这个推荐出来鼓励，或是是安尼想就是讲较属性咱若推荐出来，因袂学习对于了解。说这些资料较有问题，或是想说可以请他们少一位，本来或是这想啦，一个要教，一个带就对了。连立法组长讲为虾米人互理解辅导，辅导啦，毋是讲你像文玲讲文玲理解这是个资料
就是说会资料给你，啊，佮有一个专栏哦，甲你辅导哦，啊，当然安尼讲起来呢，也许是我定定不足的地方啦吼，所以讲呢，可能会趋向于讲他实行讲推荐文领，文领要来学习，文领就自己找一个，家己去找一个会当家己指导的人。毋是讲干那伊啦，是可以，是讲找一个主导，你着像主导老师安尼找着即个专人甲你指导。来，我这边做即个指导的课程，我有问题，我就不断问一个人，即个人送家己找，安尼起来呢，可以家己对家己好帮忙。无你若讲用分配，分配，你会介意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理路的那一种。迄个语录比较不一定，所以讲呢，不过这是拢可能正常好的啦如果若是讲有较好的意见，或者是伊讲大家拢会当提起讲的，爱当正常好的拢无人推荐个，像你讲的名单这样都没有比较推荐出来。有啊，迄个，所以讲伊嘛讲会当推荐出来啦无咱银行的奖金就到这个所在咱迄个迄讲或是有牌有牌咧，了解了可能家人是个比了名单在列出来，依序这样子。那我是以上本来就今日到这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能到我个工作。感谢助理慈悲，请到职工，温到职工，感谢助理慈悲，一起一班，项目指导母亲分工里，全到职工，在职工，三职工，感谢助理慈悲职工，温到职工，在职工，三职工，感谢助理慈悲职工，一起持讲，全到职工。在职工，三职工，持价前人职工，持价等人之职工，分到职工，在职工，三职工，持价前人职工，持价等人之职工。